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农委会为到爱世界性开工的情形，莫按洋葱今年头推出的农业专业技术团的计划，想要培训新脚嘅。现时喺台中沙港、高雄太叔，特别屏东南族也3只地区来示范，总共培训出的90位合格的农业师傅，同时经过农业改良场技术训练4年。现在亦能打出讲业务有4万安多，包括劳务薪资、奖励金、耕种基金、交通津贴约等，故所上嘅许多人报名参加。今年4月的已经正式开工嘅，不过农委会统计，台湾每年嘅开工当年有1万03人，世界性开工有9万03人咯。安尼嘅计划对问题嘅解决有一大嘅帮助呢。恁爸又推出像爱一岗辽宁农夫团，韩国结合劳动部推出的农事服务团，特别今年的农业专业技术团。不过假使像1-2年的补助，计划说的还没有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呢？向下来关心。要压落来哦，这天气，嘿，哦，这年就会使压，吼，压你放哩。啊，若是冬天压袂，就搁看无倒转去，无会泡菜。嘿啊，侬听无？有，这个切刀就会使压啦。嘿，啊，开始。好，开始。 88歲嘅農民阿伯婆，嫌大家好開始做咧。3尾種地，城南市致富嘅太南美人開始拗黃地，也30人同一般嘅工人有條無共用，也就係農委會經驗培訓嘅農業師傅。阮頭家是管理者啦，泰山啦，哦，啊，我是管理大樹啦，哦，我管理大樹是管理7甲瓦，哦，啊，伊只7-8甲安啦，啊，即馬。 伊破病啊，吼，无法度通管理，往来得要换啊，实在是足困难啦。啊，但是这感觉较无适啊，啊，即马来吼，毋知要安怎讲，我着足困难啦。啊，拄着农会敲电话啊，讲要用敢无，我着讲好啊。 不過條蝦馬阿伯婆行去尾少，也條農業師傅端正作為人也條寫係。農會有敲電話啊，吼，講問看講你要愛敢無，吼，愛農會有甲我講一句講，伊共敲，人攏講無愛。我是講海叫無問人遮困難的咧，關係我有送甲足善漢字堂遮都無背起來，根本。 毋是像我所想的迄款無頭殼的好優秀的，優秀的，真係優秀的。對各地選出來嘅農業師傅係今年農委會推出嘅農業專業技術團計劃，俾到會解決實際性欠工嘅問題培訓呢。經過體能測試，韓國大概2禮拜喺農業改良場培訓過後，經過農委分發到欠人工嘅人家去投訴。 针对这些地区的作物别去做它的专业技术的训练，那为期大概是10天。那训练完成后，我们也透过农会来帮忙做推荐。那农会在推荐工作需要农场来登记缺工，那在这些调度农会周边，我们有一些配合的农会，会去收集缺工的农场资讯，然后。 告诉调度农会，然后再由调度农会来做派工。农会也每一个月有招募他们回来，然后上一些那个农业安全方面的课程，一方面也上了一些我们认为需要他们知道的一些食物的作物的那个技术管理方面的，像。 我们的荔枝、我们的凤梨，还有蔬菜，的搭网式这一方面，我们大树这边需要的，我们会教他们。認真主題當日做些有工錢，農委會還提供獎勵金，一整年有8800元，韓國1萬元嘅做農津貼。只要他1個月有工作到滿18天，他就可以領。 就可以有1萬塊的儲存在一個賬戶底下。那當他做滿整個計劃，大概有9個月的工期，這9個月他都已經上滿，那我們就會幫他儲存，然後一次領回。那這也可以作為他將來要不要繼續從農的一個基金。
那另外，其实在受训期间，我们也提供他一些受训的津贴，还有他的一些交通费。上工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他交通费。农委会表示，参加亚红计划桃园一整日2个到4万個月，故數上嘅1到2來報名參加。將喺高雄市太書期農業技術團隊方，成員就有退伍軍人、退休先生，還有頭擺喺到天子業上班嘅人都來參觀啊。所以想說，在農業這一方面也嘗試看看。那剛好這一次，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政府也有一個這個農業師會的一個缺工2.0的一個專案，那讓我們認識到了一些蔬花、蔬果，然後一些減資的一些農業方面的一個技術。做到近啊，1多年有2-3年啦，感覺做農吼很有意義啊，那塊土地啊，那作物這個安尼變放來吼，看見安尼。好像照顧小孩子一樣，蠻有意義的啊！明年會有計劃，那個磨啱阿姑阿 Q， 嘛有睇耕田啊，啱嘅嘛年紀較大嘅，嘛啱見學校嘅技術要可以個天數啊。而在農業減工係當年都會有嘅問題，農委會初步去查到105年，推翻每年減工減有103人，實際性減工係903人，其中實際性減工減輕度嘅係港股園呢、中長翠嘅同思田呢，減工清理會嘅演示係台中、台南、高雄同屏東。我们会请我们統計室，因為目前已經在進行了，就是針對每年的農家普查、農家調查，來做一些深入的訪談、深入的問卷，來做一些分析。那再加上我們所有農作物，其實在台灣，在我們農委會這邊已經有一些數據，來做一些搭配。去做出分析，知道說什麼時節在什麼地區它的缺工是最嚴重，或是它到底缺多少工，數字能夠出來。那這些數字出來以後，我們這邊就會根據地區地點，然後去設計要怎麼去改善它的缺工問題。去查農業減工嘅時節發現，一旦減人工嘅係實際性減工，故所農委會推出農業專業技術團，一直喺台中、高雄、屏東成立3個測驗團，當團有33人，希望來補唔大嘅人工。不過有農民知道按呢做有限頭。其實技術團隊來講啊，我哋農民愛還是愛專利，唔係講啊來修法術啦，即係乜嘅，因為我哋民農作物非常的骨差，從我哋種嘅骨差嘅作物來講嘅話，我希望攞出樣呀，就有針對咧，唔係講啊一下來做啊嚟，建議你要揾一表人來，變成啦講啊，我哋要重新嘅搞啲工業，變成關於麻煩嘅一件事。我哋唔啲啊，呢能力啊，有一多啊，技術上一定是學位是曉得，啊，重點是做人嘅態度啊。態度個重要，有時候一年嚟做唔好，要借做埋，啊冇愛來唔來，因為咩個麻煩。那位啲屏東中繁順嘅容泰美，雖然佢要參加亞紅計劃，搞亞到忙食耕種經驗來好耕種，不過計劃得團將訓練33人，愛本按當年來搶，根本就唔拉。其實就像你們今年栽培屏東班30個，平常講有我們合作社一個合作社不夠用的啦。我缺工的時候，我這個地方我個人就可以用10幾個、15、16個工人，對不對？你30個根本沒用。其實我倒覺得說，這個缺工問題以這種解決根本不是正確的啦。沒有參加亞紅計劃嘅農民就少，計劃今年結束過後，希望繼續做定下去，按呢當年都會面對減工嘅難題。蓮霧的話，像在我們手上的話，至少可以達到8個月。它是從11月。到隔年的6月，都是它的產季，所以說變成說我們一缺工的話，真的我們也不能申請外勞，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資格，就只能靠本地的。那本地的話，有些年輕人他們又不喜歡從事農業這一個區塊，所以說我也很擔心缺工的問題。計劃執行了1-2年又沒有，然後這些人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對整個
环境、整个农业、整个缺工根本都没有改善。我觉得要解决长久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还是要让这些人觉得他的工作有保障，而不是只有1年2年。农委会表示，喺讲今年上半年计划做嚟忙忙嘅，冇聽錯下半年就會訓練家庭委員，未希望有限卡動議嚟認識農業，留喺一條上過耕種嘅成果嘅。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活化农村的人力。那因为农村的人力一直在老化，所以其实如果没有注入新的人力的话，其实是农业会越来越凋零。農業技術團嘅成員係因為透過一項計劃係了解農業嘅好方法。因為家裡原本就從小就是種芒果，所以想說這裡的村莊人年紀比較大，就是回來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農園。對，因為採收芒果這本來這也是靠天吃飯的比較辛苦。各行各业都蛮辛苦的，对，还是觉得说家里自己种芒果可以多学一些技术，跟大家一起交流，做朋友。对，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啊，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有在推广这个计划，然后我们从技术下去着手，然后慢慢累积资金人脉之后，然后再自己去找田来做，然后慢慢做大起来，这样走很好。為到為解決欠工嘅問題，農委會同勞動部推出農業技術團同農事服務團，各還有外語監、釣魚耕種團、也是嘅團，就係所講嘅改善農業世界性欠工2.0嘅方案，希望也按多種嘅方式嚟解決農業欠工嘅問題。那農事服務團跟技術團其實它在解決缺工是比較積極的，但是有些時候它可能人力還是不夠。那我们会透过假日農夫團，假日農夫團它的性質雖然是說是體驗的居多，但其實它還是可以幫忙。那外役兼受刑人的部分呢，目前比較能夠協助的是周邊的，沒有辦法拓展到比較遠的區域。不過有專家建議，就算推出安度計劃，未曾解決到位問題，結果不出事呢，問題未本下垂。其實也屬於計劃性的能力啦，本身都唔係咧反映啦，睇一種都農村一種消費現況之下所產生的一種能力，所以我講一種東西可能無法度長久去解決一種農村欠工嘅問題。唔希望計劃結束，也到培養起來嘅人有身體力。地方政府希望中央做得同參加也到計劃所有嘅人，協助省地域嘅人力資源合作社來永久經營。計劃如果慢慢延續下去，我們會有一批人。真正成為師傅的，而且是經過訓練過的。之後，可能我們會跟農委會討論說，我們是不是幫他們成立一個人力資源的合作社，那協助他們一些設備或者是一些生產的器具，讓他們真正能夠脫離政府的一個協助，讓他自主的去為我們的農業的缺工盡一份心力。未有專家認為，早啲透過農村外事朋友嘅3到5年前啲欠工嘅時節，經過政府核准特別嘅觀光簽證來推辦2-3個月，出體來看自家嘅人，未早啲來聽解決欠工嘅問題，唔是能夠引致農業外勞。佢安尼有注意到講外籍媽媽加來台灣一種心情上嘅問題。那個方面伊就可以只伊做啲提一2-3個月地方，就持一種特殊嘅觀光簽證來做短期打工。一般都做2-3年到3-4年都做得。一樣做法的話，對於台灣農業來講，因為我哋一般作物採收期嘛，差不多2-3年，所以我哋欠工也都需求一段時，所以一年我講按呢做法可以適時補足一下的一種人工的需求。但是呢，因為做法又貴啲，所以也唔會影響到台灣現有的一種就業市場。有學者認為應該會培養後生人，用較精緻無就會機器來耕種嘅農業來推部分嘅人工，按呢種係解決嘅辦法。現在我們看見的所謂的勞動力的缺工，其實大部分都是屬於那種勞力型的這種的缺工的方式。事實上，勞力型的缺工的東西有很多是可以透過機械化或高科技的東西去取代它，可以降低。雖然沒有辦法全然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当然，农委会也有所谓的，现在目前有缺工的问题，但是长远来讲，应该自己培育所谓的真正的农业的接班人。政府讲，自家嘅农业爱自家来救，唔想迎接农业外劳。虽然想法同好，不过大方嘅话，每张皮用到嘅安度嘅年，每张大帮到嘅安度嘅年。好在建议爱解决农业人口结构嘅本质，将解决嚟到农业欠工嘅真正问题。希望当年美国面对农业欠工、按难体条嘅大问题。